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中的商圈发生着无差别的攻击，一个太太深夜骑车买宵夜，离骑过无到10公尺的巷仔底，互一个烫北体的男子甲攻击，毋但甲占车，阁甲木头壳。这个太太大声来喝休，迄个男子才离开。想袂到两个人阁伫咧路头阁来相赌，这个男子竟然是阁动手第二届，阁拍第二届。重点来咧，讲因为迄个男子毋是现行犯，所以做完就笔录，就甲放转去。这是互受害者真不满，讲迄个人有攻击性呢，哪会使话放就放？监视器画面有翕到一个查甫人烫北体伫巷仔底咧行，后壁一个乌托摆过来，伊敢若是要闪回过。不过当乌托摆经过伊身躯边仔时，伊向出手杀这个乌托摆。骑乌托摆是一个负责人，被惊到毋知要安怎较好。这个查甫人无停手，哪骂哪斩这个乌托摆，煞来又搁摸这个负责人的头。这个负责人连人带车倒去，大声地喊。这个查甫人摸几下摆摸无到，出来就哪骂哪离开。这个负责人真正强要破胆，骑车离开，想不到又搁伫头前拄着这个查甫人，互伊搁拍一摆。因为我已经骑到我们车库，我把摩托车牵进去放，然后走到我们的铁门，他就从前面那个巷子拖了一把椅子，然后来晃我。我被他打倒以后，我就赶快叫我哥。这个负责人连续好这查甫人拍2摆，加在有戴安全帽啊，因为身躯依然有几啊位有受伤。我记得他那里回来的时候打我妈，这里都超痛的啦。这个做查某囝唔甘因老母红拍，赶紧报警，想不到因为承办关键爱共一个人处理的关系，到半暝2点才做笔录。是那个警员10点才上班，用好我就可以马上过去，但是我姐说她叫我2点才过去。这个负责人被拍所在是伫出名一中商圈隔壁巷啊，当时是16个半暝。这个负责人买宵夜，骑乌托摆要转去，离因兜较无10公尺的所在，拄到这个查甫人。这个负责人唔捌意，却被对方拍无差别的攻击。报完了，却因为这个查甫人唔是现行犯，做完笔录又搁放出来，已经互在地人拢真不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